出邊啲卡好靚，算中高，玩少少可以。我覺得有啲似 Pristine 啊，講真。七下設計同質感都似啊。七下好啦，揾兒子係啦，冇錯啦。9下。會唔會中到1 of 1咧？我哋好想揾下有冇1 of 1啊！好氣勢，我哋要俾翻啲氣勢先。1號仔係軒亮啊，加油啊！604.0 Inception Case 4第4層夢籃球，我見到好似敷咗啦。籃球敷咗啦，即係今晚會玩2盒嘅 Prism 加1盒嘅 UD 啊！有冇嘢做漏？冇啦，係咪？604.0 Let's go！即刻彈89個人入嚟睇，整張馬天尼斯金筆簽名，加油加油加油 ！Everybody 加油 ！OK， 我哋唔會咁輕易滿足嘅今晚 ，OK， 同平時一樣。我哋尋晚報仇係尚算成功嘅，希望可以再報一 round 仇。尋晚我哋係成功揾到兒子返到現實玩陀螺嘅，震一震佢先。我尋晚都係咁樣震一震佢，加油大家 ！Inception 4.0 680，今晚我哋嘅第3箱 product， 跟住轉頭就係玩應該首尾門就係籃球啦。唔知尾門之後會唔會再有埋 Pristine， 睇你哋啦。Pristine 要玩嘅話咧，應該都唔係差好遠嘅啫。第一張拉芬娜 Case Hit 喺我手上，有簽紫色。好，拉芬娜第一張，跟住 Samu Portal Salah Fila 1號天亮，終於有 Salah 卡啦。拉芬娜白卡神係 variation 嚟㗎嚇，有頭髮。Let's go，Let's go， 唔滿足 ，OK， 應該係要咁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Messi、Inception、Dark Flow、Case Hit、美斯，邊個中 ？Louis Chung， 恭喜 Louis， 應該要係咁嘅，正常嘅。唔需要大驚小怪。恭喜有美斯，起碼見到先啦，係咪？我哋唔好叫，我哋唔好俾佢覺得我哋滿足 ，OK？OK, fine, sure. 美斯 case OK, sure. Thank you. Congrats, Louis.
第一張，繼續屌。好 ，Rookie Max Dowman，OK，sure， 166 of 199，杜文係 Dennis，Congrats Dennis， 166 of 199，OK，sure。跟住亂毛 Luis Diaz， 路易斯迪亞斯30 of 199，紫色 All Back 頭歐霸杯咁老嘅，哦姐姐 sorry， Kim Little 18 of 25，咁多皺紋我就係見到 ，OK fine， 18 of 25，姐姐簽阿仙奴，應該呢個阿仙奴其他 spot 啦。Dark Food 都靚嘅，不過兩張限號，199，同埋咦屌，係咪攞錯 top 咯？試一試另外一隻先，75得唔得？我嗰日先執完嗰間 office， 所以我啲嘢唔係好齊啊。有啲驚我唔夠架撐用今晚，不過應該 OK， 應該捱得到。Louis no need thank you， 你話 OK？Can be better， 唔係同我講喎，同 Inception 講。同佢講 can be better， 唔好覺得你有感恩之心 Inception，OK？ 好啦 ，Louis 而家應該係同兒子一齊啦 ，OK？ 救咗一個先 ，Louis 同兒子一齊啦，個陀螺停撚咗噶啦 ，Louis 嗰個，不過可以未 sure 嘅 ，Louis 嗰個陀螺而家係喺最尾嗰一段個陀螺好似就跌，但係佢就 cut 撚咗嗰個片尾啦，所以而家我哋未肯定。Louis 係翻唔翻到現實嘅，暫時好似得，未 firm 得唔得？好厚，大 patch， 普巴、卡拉亞斯、皇馬、艾基迪基、歐聯、賓菲加、Sudikov。跟住黃隊黃色黑人到丹比利 OK 接受可接受10 PSG 丹比利摩迪嚟啊加油啊乜都加油啊個個都加油華維迪49紅色手套喎似迪達啊 ，AC 米蘭龍門2 of 10，歐聯哇捧住歐聯冠軍喎，呢個 OK 喎。UCL Final 2007 Victory， 呢個 OK 喎。迪達手套 relic 喎，不過呢場波佢哋輸撚柒咗嘅喎，輸俾利物浦嘅喎，撲你個街有啲唔撚對喎，你攞撚咗輸撚咗嘅手套。捧撚住個杯，你屌你唔撚合理喎！呢張卡重做喎要0分重作喎，呢個古仔要點解個 Fila 有下撚？揾人幫我改佢唔該，揾人幫我改佢。我唔知，應該係因為要0分重作。好 ，Fila 係唔應該有下撚嘅，你啱。呢個攞月光寶盒裝撚住先。咦，入唔撚到月光寶盒添喎？屌啊，升啦！
果然今晚係唔緊要，我陣間出邊抄360嘅夏蘭特點解會喺度啊？你問得非常之好喎！我 search 係邊個先？幾點零啊？你玩緊6.0啊嘛？4.0 Lenny 啊！搞掂，好 fix 翻啦，繼續。果然唔中意，最緊要中到卡，聞下對手套可以。冇味，好膠咯，好膠啊！屌你輸撚咗波喎，撲街！你俾對手套我托柒啊！好，咁啱我冇呢個180嘅 top load，啱啱用晒，擺埋一邊先，唔好整到佢。跟住呢個2張嘅限號。唉，屌！今晚唔係氣勢。啱啱我俾 Tribute 嗰啲 top load 打亂咗我陣腳，氣勢，就俾你聞啱啊！我不嬲都會聞噶，你都冇你哋啲新嚟嗰啲咧，未同我哋玩過啦啦隊啊！啦啦隊咧會有嗰啲即係有林霜啊，咩嗰啲姐姐嗰啲簽名噶嘛，視乎我同你有幾熟。越熟嘅我就越猖狂啊 ！OK， 試過我哋中過嗰個唇印，我係爭啲可以個熟落嘅程度係容許我嘴落去㗎。OK， 即係佢冇得 say no 啦，亦都嚇。當然啦，我嘴咗亦都唔知啊。我扮熟亦都係冇辦法啦嚇，呢個必然㗎啦，係咪？譬如就係咁狗西㗎啦，扮熟林霜 kiss 一嘢就懟埋佢啦我。泳衣必定聞，一定奶，必定奶啊！唔使講嘢，林霜嘅卡我一定嚟奶，唔使講。拉芬啊，又有拉芬啊，撲街啦 ！Rookie PSG， 艾迪耶美，賴達斯，林霜正啊！限號金髮仔 ，Lamine fucking 入米。定都係 Lamine 隻貓 ，OK，sure， Lamine 198-199，我哋今次開始見到啲平時見唔到嘅嘢啦，冷靜啲 ，Lamine 隻貓 OK 限199 ，sure，fine，whatever，it's OK，not bad， 咁 all back 嘅 Harry Kane，OK，yeah，sure， 40或49，如果調轉會好啲咯，是但啦，恭喜 Harry Kane 限號，跟住黑人。唔係 ，OK， 好，奧斯文，屌你老母簽出界，喂，屌你老母，喂，屌你老母，單比利你射唔撚入波，仲要簽唔撚到，有冇搞錯？太過分啦呢個簽名，15/49 ，not good，not good， 簽到歪撚晒。簽到歪撚柒晒，太過分啦 ！Not good。林霜唔係㗎，好多 hater 㗎，又話佢假，又話佢成㗎。林霜，哇！屌 Patrick， 你咁樣講嘢，我驚你俾人 ban 喎。你咁公然講咁樣得唔得㗎？正啊，林霜不得了，要屌！哇！你太過有女仔睇嘅喎，我哋正啊！林霜不得了，要屌！你講嘅嗱，唔係我講啊，我好溫柔啊！我話林霜我必定奶咋，即係來啊！
來啊，即係奶啦嗰個奶啊。OK， 我唔會咁坦蕩蕩好似你咁樣嘅，我 respect 你嘅。OK，Patrick，我 respect 你，型嘅，能夠咁大膽咁樣講咁直接係型嘅。我老婆喺隔離，我唔可以咁直接。我話要屌簽名出界嗰個，唔得噶啦，唔得噶啦，你咁樣都兜唔翻嘅，兜唔翻噶。譬如你開足球即刻精神晒，你咁講唔啱嘅。我而家好中意開棒球噶，棒球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開嘅項目，因為我覺得好有成功感啊！一個唔撚識嘅人同班好撚識嘅人都仲可以搭到兩下嘴，好有成功感，仲可以帶到一啲新人入 group 玩，好有成功感。姐姐 respect fuck off， 跟住 Griezmann 見到啦，OK。耶迪斯、費文、艾斯限49，黃色、洛迪限150，車面，哇成朵花咁喎，哇咁大個額頭仲唔係奧巴美揚？多蒙特 Dawn of Greatness SSP Autograph 3 of 10。奧巴美揚，如果係第二個球員，可能會更加好。不過好靚嘅張卡，認真係真係好靚嘅呢張卡，靚嘅多仔限10簽，多仔係柏謙，恭喜柏謙，靚嘅呢張要承認係靚嘅。但係可以再中應啲嘅，係啊！呢一轉啲卡係完全未見過啊，同尋晚嗰啲完全唔一樣啊！起碼有美斯爺馬先啦，係咪？起碼有美斯有爺馬先啦，有奧斯雲丹俾你啊！應份啦，係咪？應份啦 ，PNB 有呢啲係應份啦，係咪？應份嘅，唔好妥協，不要妥協，大家。無論你喺我哋度玩，喺出邊玩 ，OK， 路過睇緊我哋直播都好，記得玩 Inception 好難玩 ，OK， 好難玩，所以唔好妥協，要屌贏呢一盒嘢，大家要團結 ，OK， 屌贏佢，中到大卡唔好興奮，應份嘅 ，OK， 唔好俾 Tops 覺得啊屌傻仔，乜都可以擺落去，屌贏佢。集氣大家要 ，OK，United 啦，全部人要。好，綠色、紅色、銀色、域斯、摩拉、迪斯、芭比、紅色黑人限125 ，Openda 早記。麥湯限199，拿波利綠色限919，歐聯美連奴呀，美連奴，麻麻地。Congrats Arsenal but fuck， 係你嗌你名可以 ，Martin Chan 3633 T9，而家做咩？你聽日唔使翻工喎，咁快叫佢掛 T9做咩？你禮拜一先嗌 T9嘛？而家聽日唔好打風啊！希望咁可以放假出下街啊嘛！唔好 T9，我希望唔好 T9。T3啊 ，T3會好啲。Lenny 嬲 ，Lenny 做咩嬲？即係嬲鳩 Tops 係嘛？我都係第一、第二箱嬲緊到我仆街，第三箱你睇我即刻醒翻晒。
呢箱暫時醒醒地，當然亦都有啲兄弟瞓緊覺啦嚇。費托做咩屌我啊？費托咪好啊，費托咪費托咯。王老吉一罐，仆街得翻3盒，加油！Come on，彩色嘅夏基美大哨薩卡大立普大哨下邊紫色 JB 做唔係兩個都唔係梅卡莎限25曼城胡鬚仔賴達斯限150品簽歐聯蘇比雲迪62of 75，阿仙奴有卡，剩翻2盒機會。Subimendi 阿仙奴多，哇！阿仙奴多撚到，尋晚就曼城，今晚就阿仙奴。曼城都多啊！曼城阿仙奴又嚟了啊！咁你曼城阿仙奴嚟了，你俾嗰個人我啦，係咪？你俾嗰個人我啊！加油 ！No thank you。應份嘅 Oscar， 應份嘅，唔好講多謝，應該要有，唔好妥協，唔好滿足，唔好俾佢感覺到你滿足。Kudus 紅色 Rafa Marquez 華維迪。燕豪芬紫色，粉紅色 JB Jude 62of 75限919綠色華舒福 Yes 巴塞華舒福72of 99紅聯慕歐聯1of 10 Audio Josco Audio 低限就低限啊，不過做唔到我哋想要嗰啲人啊，即係如果呢張限10係調翻轉台頭其中一位，你話多麼的好，低限就低限啊，曼城華豬豬杜文出多次真SC 通常講完呢句就嚟料啦，睇下係咪證實啦。華豬豬72of 99，比靈咸62of 75，大家咪好想知第4彎比靈咸喺邊個度咧？撳俾你睇，大家個個都係想瘋冚搶比靈咸，每一次都個個都話：哎呀，又搶唔到比靈咸。撳俾你睇，比靈咸 Kelvin Chow，OK。群組而家最興就係中咗，然之後扮哎呀邊個中咗 ？OK， 我唔係話 Kelvin 有，但係有陣時好多時都係哎呀邊個啊？另外一個興嘅就係哎呀搶唔到，有啲就係哎呀邊個買咗 Rio 仔要出嚟，聽日唔使睇波，呢度齊晒。由前晚開始我哋都開始齊啦。Last box。Last Pet Magic， 睇下得唔得啦？睇下可唔可以改變人嘅命運啦？有冇一個第4層夢啊？而家我哋喺第4層夢，唔甩卡直接去 IC Rio 仔
雲迪克、帕迪，第一張下圖黃色。PSG 安巴耶限150，第二張黃色氣勢，伊薩利物浦150，last card 粉紅色，今次出唔到金筆銀筆啦，亦都冇 one of one。Alexandro Bastoni 巴斯托尼19/75，國際米蘭，好，即係代表今晚好大機會，好多人都係要留喺呢一個潛行空間啦。但係整體嚟講，係真係出到一啲早排我哋出唔到、見唔到嘅嘢嘅，包括美斯啦、耶馬啦、Dawn of Greatness 嘅 Short Print Autograph 啦，呢張係真係唔差嘅，只係差就係差在可能中咗一個唔係最巨頭嘅球員，但係出得到係 good 嘅，出得到係 good 嘅。最可惜咧就係奧斯文丹比利呢一張簽出界，呢個好可惜。如果唔係咧，又多一張好簽嘅，係啦。如果唔係又多一張好簽嘅。Folio 限10啦，可惜就係即係又係曼城防守球員啦，呢個比較可惜啲。好，跟住但係又有迪達嘅 relic， 仲有手套簽，不過輸波嘅手套我都唔撚 get 呢一樣嘢。好，下 recap 150安巴耶，150伊薩，75 JB， 99華舒福，150賴達斯，穆卡沙25，文仔199，哈利簡尼49， Openda 125，麥湯199，冇 Fuller 冇關事，係啦 Fuller 冇關事。洛迪150，艾斯49，迪亞斯199，華維迪49，奧斯文丹比利150。跟住簽名仲有耶馬199，簽名巴斯托利75，99美連奴 ，Kim Little 阿仙奴姐姐25，奧斯文丹比利49，蘇比文迪75，SSP Autograph Dawn of Greatness 3/10，Josko Fadio 低限簽名1/10，迪達手套簽，不過輸波，但係佢寫 UCL Final 2007 Victory， 不過呢場波係輸俾利物浦嘅，都係2007年，所以我唔諗明啦，戇鳩嘅呢個。然之後美斯 Dark Flow Case Hit，Thank you。咁呢度就係我哋4.0啊，第4層夢境啊。咁群組你會見到啦，仲有第5層同第6層嘅夢境。